如果你喺香港翻到嚟內地買樓，有人推介以下呢幾種樓盤俾你，唔好猶豫，聽我嘅，即刻拉黑個地產中介先。呢個就係你做得最正確嘅第一步。Hello，大家好，我係你哋嘅 Johnny 啊。今日啱啱食飽飯咧，就喺樓下散下步啦。咁就作為一個中意講實話嘅地產經紀人啦，咁喺呢一行咁多年咧，都見過唔少，特別係香港人啦、澳門人啦，不想買樓。咁啊無啦啦咧就俾人呃咗去買一啲文旅盤啦，或者係啲地段極其垃圾嘅垃圾資產樓盤嚟嘅。咁我哋今日咧趁住散步，喂，好天氣啊！咁啊順便同大家分享啦，如果你係遇到以下呢幾樣嘅類目嘅樓盤咧，你一定要及時拉黑個地產中介，並且咧掉頭就走。如果唔係，你手上就會多返3-5間我哋嘅垃圾資產物業啦。好，咁我哋乾貨滿滿，即時去片。如果你問我拍片為乜呢？我就想同大家講，最緊要記得 like 翻我哋呢個 channel 頻道啦，同埋咧記得喺下方 comment 翻支持上睇，咁樣就係我出片嘅最大動力啦。第一類，通常個地產中介特別中意 sell 啲香港人去一啲某某特區、某某新區，咁又會號稱話乜嘢航空城啦，非常偉大嘅藍圖，但係事實上咧。當你自己去深入了解之後，你會發覺，喂，大佬，你做得飛機相關嘅航空業咧，咁你個位置一定係要夠偏啦，同埋你做得飛機嘅基本上一啲零件製造或者係一啲研發嘅中心。咁如果你話擺喺市中心，有冇可能呢？大家自己可以去 Google 上面 check 到一啲資料嘅，以及咧航空業啦。佢嘅一個每年嘅 GDP， 佢嘅產值啦，唔及汽車嘅一個零頭啦，所以大家認為呢一區呢啲地段咧咁僻又咁冇睇頭嘅情況之下，無論你係師奶或者係高學歷嘅精英啦，咁啊翻到嚟內地都好容易俾個地產中介一頓引導啦，咁啊導致翻你一時痛快買入咗個單位，從此就踏入咗持有不良資產嘅一條路啊！所以第一類。XX 特區啦，乜乜航空城呢一類型咧，大家真係要切記再切記。第二類，好多人會話中山同珠海嘅交匯處即係城市之間嘅交匯處係最值得投資嘅。一個城市嘅低價同埋另外一個樓價高嘅城市配套相結合咧，非常之有睇頭。我想同大家講，大家倒轉翻嚟諗，政府呢一個城市嘅政府會唔會將佢嘅行政大樓擺喺兩個城市嘅交匯處？唔會噶嘛，咁唔會點樣有發展呢？我想問翻大家啦，呢個係最樸素嘅道理，但好多人因為咧，例如中山同珠海嘅樓價貴，中山嘅樓價平，而去買入一個中山同珠海交匯處嘅樓盤咁諗住咧珠海再發展之後帶動中山嘅樓價，但係呢個畫餅仔嘅故事咧已經喺20年前咧已經係非常之唔受用嘅。大家可以去自己考察下中山同珠海或者係深圳同東莞嘅交匯處啦，咁係咪真係令到大家想象中咁繁榮呢？咁事實上咧就係交通混亂啦，根本就係三不管地帶啦。雖然佢有些優勢，即係例如個交通便利，但係作為投資嚟講，呢啲地段都係不可取嘅。所以大家咧睇到呢啲所謂嘅城市交匯處或者係珠海北，即係叫中山啦，呢啲比較混淆視聽嘅一啲地產中介講嘢咧，一定要即時就拉黑佢。第三個，最多香港長者同埋一啲香港上車買樓小白最容易中伏嘅旅遊大盤。咁惠州大家唔知有冇去了解過呢？當年咧炒到100幾200萬嘅海景單位，今時今日20萬都冇人要。點解？因為旅遊咧只不過係一時興起，大家都會去玩，但係咧人玩你又玩，咁你又跟埋去買咧，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因為呢一類型嘅產業，呢一類型嘅資產，通常咧佢係冇實體嘅經濟。即係海邊，大家淨係會夏天去啊嘛，而且夏天都唔係個個去嘅喎。咁樣嘅情況，你仲諗住喂高槓桿去買入一個海景單位，諗住佢10年8載伴隨住你嘅財富增值咧，係諗都唔好諗。呢個概念咧，只會呃到一啲長者朋友，即係免費嘅睇樓團啦，喂飲飲食食
好招呼、好招待嘅情況下，氹一氹你又落咗搭啦。所以大家記住，如果係一啲文旅大盤啊，特別喺江門啊呢啲所謂嘅一啲旅遊盤咧、養老盤咧，就大家千祈唔好掂。我寧願你唔好買或者係租樓，亦都唔好掂呢一類型嘅樓盤。大家要切記。咁第四樣啦，第四樣係乜嘢呢？就係當呢個區域嘅一手樓係貴過二手樓 N 倍咧，大家最好就去買二手樓，或者參考二手樓嘅價值走勢咧，再決定要唔要買入呢一區。因為當一手同二手嘅差價過大不成正比嘅時候，亦都意味住呢一區嘅樓價或者佢嘅前景係非常大嘅一個價值泡沫嘅。咁咩叫價值泡沫呢？就係當佢本身嘅價錢已經係進行一個惡化嘅狀態嘅時候咧，咁你再買入呢一區咧，咁註定好大機會會係成為高位接棒嘅。咁大家都唔想咁啊嘛，都想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所以咧大家會坐喺度睇住個 mon， 睇住小弟我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因為喺過去10年嘅時間，我哋接觸到咁多香港嘅一啲買家。有長者啦，有高學歷嘅精英啦。最後，如果大家聽完以上呢4點咧，即係畫公仔畫出腸，你都聽得有啲唔係好清楚嘅情況，我教大家一個辨識嘅方法。當你去睇樓，唔係同 Johnny 我睇都好啦。你去睇樓，見下個樓盤周邊有冇銀行，有冇大型嘅一個連鎖店，例如七仔啦，例如一啲supermarket 啦。如果符合呢2樣咧，你都可以諗得過嘅。但係如果銀行都冇，銀行係一個區域，呢2、3條街最基本嘅嘢都冇嘅情況下咧，我就真係唔建議大家去買，去即刻就同個地產中介講走啦，翻到香港即刻就拉黑佢，因為呢啲人根本就唔係憑住專業良心做嘢，而係憑住想揾快錢，揾完呢一單就即刻走路嘅。所以大家去買樓嗰陣時，真係要擘大個眼睇真啲。因為買錯樓分分鐘可能我哋會再買，但係咧手上揸住垃圾嘅不良資產咧，始終係令人喺退休嘅旅途中係一件好唔愉快嘅事。好啦，咁呢條影片咧就且睇且珍惜啦，因為得罪咁多樓盤咁多同行咧，咁我相信啦好快俾人舉報落架，或者係受到一啲壓力，所以大家對我嘅支持咧最好就 like 翻我哋啦，同埋追蹤翻我哋嘅頻道。咁如果你都中意睇呢一類型嘅防詐騙、防伏嘅影片咧，就記得喺下方留言區寫翻支持想睇。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散步去到呢度啦，我哋就下一期再見啦喎，拜拜。